1993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及1944年11月12日在伊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纪念日之际，由土耳其的所有维吾尔组织、瑞典、德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等欧洲国家的维吾尔组织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各个组织负责人、公众人物、神职人员、前卫青年分别进行了发言。中共病毒疫情的清零政策导致了各地次生灾害的不断发生。中共以静态管理、原则居家、集中隔离等形式，在所谓新疆已封控超过了3个多月。民众在微博发出的求救信息显示，当地物资供应不足，病人和孕妇求助无门，甚至有老人因饥饿绝望上吊自杀。各地的清零封控措施还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近2日，伊犁部分解封，民众走出了家门，呼吸了新鲜空气。不知中共接下来还有什么阴招控制民众？一项网络安全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透过伪装为一般应用程序的间谍软件监控维吾尔人。这些应用程式看似提供通讯服务、祈祷时间、字典，实际上却用于追查哪些人属于可能犯罪或极端宗教人士，包括可透过非谷歌官方管道下载的 WhatsApp 和 Telegram 等知名通讯应用程序进行散播监控。东非国家肯尼亚总统近日公开了数份该国前政府与中共政府签署的铁路建设项目合约中的部分文件。近年来，越来越多加入中共当局推行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倡议的新兴国家，为偿还中共的债务而失去了诸多国家利益后，才警觉落入了中共的债务陷阱。新当选的肯尼亚总统路托为兑现竞选时为国民的承诺，最近公布了该国前政府在2014年与中国政府签订的铁路建设项目合同中的3份文件。这份合约显示，在相关项目中使用的多数铁路建材都必须从中国进口，用铁路营运收入购买的任何商品也最好从中国进口，而且肯尼亚政府必须给予这些商品免关税优惠。一旦在执行协议时出现的任何争议，由中国具有约束力的机构仲裁解决。肯尼亚也不能在没有得到融资方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将合同内容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分析指出，中共当局的做法其实就是找肯尼亚、斯里兰卡这样的有资源但政治腐败的国家，收买其政治官员，然后就借机开采矿产、掌握运输，配合中共当局对外进行的势力扩张。但从已曝光的合约看来，这些国家在与中共的合作中得不到什么好处。